讲你头仔坐伫遐10分钟嘛，吼，啊你听阮遮咧讲台语，啊差不多逐条拢讲毋对。吼，啊你有你的体会吼，即马马上用即个体会唱一个什么歌吼？你的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歌拢袂要紧嘿。我今仔出10个题目。好来，你即摆心情，甲咱唱一下歌咧，来。好的。哦，这条歌我有听过哦。因为我听你在报信嘛。哦，安尼吼。是咪叫后座这条边后座的？啊，对啊，对。后座的。你先唱一下，啊，等下再甲讲是安选这条歌来。日日的公路，啊，归暗无离暗，时间在我偷偷说，后座的人。应该是海面，山雾凉凉，风凉凉，已经我年吹来，只剩淡薄风。这拄啊好，日头已装出来，伊个小小一日盼来。我知影总有天会负充满往世来，是上帝在路边讲伊的故事，伊捌我讲予人知。我一个远山，有歌声传来，谁来唱 Hello and Goodbye。我来转过来。我迄天去参加迄个石板民夫的迄个音乐会。哦，你有去哦？我伫台卡。我会台顶开始。然后我要讲的是迄天是我实在哩，哈你几时，你就知影你上正经的一个。上正经，因为足侪人主持，我歹势。而且敢佫有先迄个真正有先中午的演离啊。哦。真都是，阮经济的先就边仔讲。今天朱老师这是在团队，我不行啊。今天朱老师发生什么事情？你迄个准备甲咱分享一下，你头唱这后座的人吼，因为我一开始出的题目就是讲，你即马先是坐较侧面一下，大家看会开你的对吼。就是讲，我出的题目就是讲，你即马一入来看阮遮，因为阮遮算台语同好会啦吼，大家对台语兴趣东讲西讲黑白讲安尼。所以我就后座的人坐后壁听。对啊。但是你这个后座人一开始写出来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是民谣写的故事了。这迄个，因为我有一天伫厝诶，上应无代志啊，我弹平路就写3个 melody，我写来，我就想我就甲迄个 melody 寄互伊吼，因为我想这 melody，我来招伊来写。你先甲 melody 写，甲民谣讲，民谣我这个 melody 吼，你甲我写一下，但是你敢有互伊题目？无。我嘛，我按圣公逐首。若写做即个正手边真做的人呢？真做人，咱嘛接受啊。
静坐，那人变静坐啊，变静坐。伊也无讲，伊也咱也毋知伊三首拢要写啥，我想伊若看伊有介意倒一首就好啊。结果伊三首总写。迄个伤有较欠啦，伊第一首较强的款，三首总写，啊，其中一首就叫后座啦，因为伊个我他们人出的时，我拢洪在嘛，啊伊讲洪在做等的坐后壁，个咱等，伊就咧开玩笑讲后座啦安尼啊，所以民佑写即个故事，迄个时阵你的感觉就是感觉讲足适合即个你的个性啦，吼。啊，因为我看无嘛，啊，厝里拢好服务啊，拢坐后壁啊，所以气氛袂歹。所以伊即个民佑甲你写即个有足适合你原来写出来 melody 迄个感觉对啦。我今仔是安尼，我有准备足济，因为其实俊杰啊嘛有翕过真侪 MV 啦。啊，我若有时来宾来时阵，我就边仔翕 MV 吼，啊边仔讲嘛吼。但我想讲今仔日吼，即个俊杰来，咱莫时间莫浪费，咱就差不多会当听俊杰来唱歌，差不多半点钟安尼吼，赚800箍。迄个俊杰来顶一站吼，就是因为俊杰头我讲到即个石板明夫老师所办的迄个音乐会吼，因为石板明夫老师伊即个办即个音乐会有请一个日本的即个盲人歌手华裔来，还是迄个前日本首相安倍首相的好朋友啦吼。顶一站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因特别参加即个6月4号的即个挺自由爱台湾的音乐会之前。石板明夫老师有找即个盲人，迄个歌手去找俊杰啦。毋是啦，下面做伙去迄个。我拜访一下嘛，后迄什么大学？上袂记什么大学，反正就一个去做一个迄个对谈就对啦。安尼吼，所以你嘛甲咱迄个小可报告一下，就是你第一摆拄着即个盲人歌手。对。恁站的状况甲咱分享一下。其实迄间嘛无安怎啦，因为阮两个，今日就当然爱先找两个看无的做伙。两个目睭无看，互相看袂着就好啊，话语阁袂通无，足麻烦。这个石板明夫翻译啦。这个石板明夫翻译，无啦，迄是安尼啦，咱算吼，因为伊日本人来吼，伊迄个文化部是嘛讲伊来去做一个交流，所以伊开南大学做一个交流啦。既然是交流。就希望找一个台湾的啦吼，台湾的咱迄个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去陪伊一下，咱去陪伊是做伊的迄个分母啦，咱去做伊的陪衬啦。真正啦，伊嘛是要找一个有够分量的就是分享台湾的音乐人的发展，甲日本的迄个目睭看无的音乐人的发展啦，主要是安尼。因为伊本身伫日本伊是一个街头艺人。安尼伊应该有出过唱片，还是无的？毋知。伊无，因为伊在台湾两三遍，就是咱爬一遍，佫之后对，伊其实无唱片，伊是。伊毋是算做讲 recording artist，毋是咧出唱片的对啦。伊毋是职业啦，伊毋是职业咧出唱片。伊是职业啦，伊本身是一个算讲，咱来以即马人讲的叫做迄个啥性命倒数，性命倒数。生命斗士有流浪艺人无？有。伊无算真流浪啊！伊妈妈陪伫身躯边，伊应该家庭教养啥拢袂歹。因太太是一个日本的钢琴家。嘛算早烧，20-30岁就娶某。是，这是就是准备啊，等于阵仔就谈即个盲人歌手的迄个吼。你敢有还没交流？因为准备来是真细汉，一出世吼，就看无啦。对，我是迄个出世的，迄目睭的神经线去互伊萎缩嘛吼。所以你若讲甲准备讲白色，青色、蓝色、蓝色。你说的白是准备来迄种白。对我来讲，完全毋知个伊咧讲啥。拢无意义。所以你若问我讲我的迄个世界内底是拢黑色的，我甲你讲我毋知，因为我颜色色这个物件对伊来讲无概念，无概念。即个大山先生伊本身吼，伊是较早有看的，伊较早有。伊像小王子细汉有看的，用那慢慢迄个。伊和小王子共款，伊嘛是有结合即个柔道，嘛是柔道的就对啦。对。讲到柔道，迄天前阵仔即个小王子
下个着。嘛去钓迄个广播嘛，世壮运嘿。真侪人拢问讲是毋是迄个介绍迄个苗的吼，无啦，真诶无啦。伊小王是敢若是国手，伊是1996年遐，对，伊较早小王是较早国手亚特兰大的迄个国手，所以伊人迄是真正有出国的国手，虽然是顶一个世纪的代志。好，咱等下开放现场的朋友点歌也好，还是点心情。因为点歌就是讲，比如讲我即马想要请准备来唱啥物歌，这是点歌对不对？点心情是啥物咧？譬如讲，譬如讲我即马讲一个故事你听，边仔讲的时，你就可能开始有感觉。所以你要做，你就开我爱弹琴的对。就是你会变做咧饲金鱼的，我甲你饲啦，我饲你的金鱼啊，你有一个金鱼壳啊，放伫边仔有无吼？我讲迄个故事的时阵，你慢慢有感受，你有弹什么音也毋知嘛吼？唱什么话嘛也毋知嘛吼？我即马讲即个故事来听，你即马弹的即个琴吼，是林义雄律师所管的啦，管互阮教会啦。琴是林义雄律师的3个查某囝，焕君、亮君、庭君的钢琴。焕君、庭君、亮君伫1980年2月28日时阵，中昼时啊有派人入来，甲因抬落伫迄个1980年2月28日就受害啦，林义雄先生的3个查某囝，其中焕君是较大汉，亮君甲庭君是7岁。7岁就伫1980的2月28迄日，因就离开世界。焕君就好佳哉有救倒来，所以即马焕君超50几岁啊。即马准确来所弹的即台钢琴就是焕君、亮君、庭君因细汉时所咧弹的一台钢琴。感谢准家啦，这个是一个迄个音乐剧的概念啦，就是讲一个故事准家可能嘛知影阮义工教会所发生的代志啦，算临到迄准家啦，加减嘛是，因准家啦写过歌，哇，几600条那我觉得代志。你行业的人感觉爱你敢有捌用即个？因譬如讲，你上界红的早期的一条歌叫《红桥五》嘛，对不对？红桥五嘛，等下爱唱一个红桥五嘛，迄个歌就是根据一个真正的人嘛，对无？其实咱来分享这个代志阮阿嬷有做者迄个姊妹看，因为阮阿嬷伫迄个菜市仔内底卖菜伫做大卖。你知你菜市仔真侪咧做大卖遐纸拢迄个声扫改大声，然后个性。红桥嘛。拢真就是拢真安尼，真有。第二步你跪了狗。真有一个屈势就准算是主人公，人干叫无讲毋会安怎，阮倒讲来了，讲一个腔做淡薄，讲毋会安怎，阮阿嬷定来讲着，因为你真叫电饭煲。伊讲像甲咱安怎，你咪环保真来的老讲。老讲。
伊环保证。因一个姊妹啊，你做即个病院内底咧做看护啊，你做看护啊，伊人足好诶，但是就是嘴歹，即个阿姨吼，阮拢叫伊小华阿姨啦，伊骂就对啊，伊真奇怪哦，因翁吼，因翁伫伊做少年时就去互杀死啊，因大囝吼，原来差不多20几岁啊，就去管混啊，吼，管混倒来了无偌久嘛，叫人杀死啊，因第我故事足多呢。因第二囝吼，嘛是安尼。无叫开始，毋讲骹迄个骹筋强，用断去就对了。哎呦！足奇怪的，因兜拢出兄弟人，因兜的因为伊一个查某囝，嘛嫁了较好势，是毋是嫁一个正漂的嘛？迄阵较好势，无安怎就对了。即个阿姆吼，伊做人非常的好，伊本身伊若有钱，拢会去管人啦吼。伊若人倒位迄个有啥物欠，爱需要斗相共，伊拢会去。我一感想，因为阮爸爸人毋好诶时阵吼，伊定定来看，我就想到即个伊诶故事，佮想到因较早定定伊菜市仔诶，迄种模样吼，我听你讲诶，拢安尼叫足大声，毋过足感情诶吼。我纯粹用即个故事来解做另外，我伫咧菜市仔较早细汉定定对着一个阿婶，甲伊合做伙讲一个。哦。所以洪桥买米粉炒是两个故事，两个阿婶的故事。洪桥毋是米粉炒，伊可能是咧卖猪血粿。即个阿婶真趣味啊！我讲迄个你菜市仔卖炒米粉，即个阿婶真趣味吼。咱拢人共问啦，问讲阿婶啊，恁迄个恁囝因是拢无好势啊，无你啊，无拢安尼，逐工啊透风落雨拢来排安尼啦。阿婶伊就讲无，讲无啥，阮囝都咧做医生。无咱会下讲迄个做老母啊，人也问讲恁囝是阮母啊，人也问讲恁阵家即摆咧用掠人了，就无啥，阮阵家就咧做歌星。拢说你也听讲无啥。无啥啦，无啥啦，做歌星尔啦，着迄金曲奖尔，迄无啥货啦。人讲无啥，阮较是即摆都咧做中哦。无啥，一个月较歹赚几万啊，较好赚50万啊，安尼尔。无啥，我就是最近都咧做船头，你敢讲咧？啊，无啥。安尼啦，所以洪桥嘛，其实伊是搁甲问讲吼，你安尼一直摆档，伊讲吼，因迄拢有会人吼，逐工来甲伊交关的嘛，拢足侪有会人。伊讲有一工仔无来吼，遐有会人就烦恼讲今仔洪桥我毋知去互今仔吼，是安怎无？即真诶哦，我有一站吼，几个工拢无转来。我有一工转来厝诶，阮楼骹迄店咧甲我收物件，迄落乌大店讲，我叫是你安怎诶？咱无你啊！我靠腰，我叫死你哦！都无来几个工无看爱谈。人甲你关心啦。无啦，就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迄就是咱诶一种亲情。我即个代志，我毋知台北市有无吼？我因为我尾下较无爱到台北市，我感觉台北市拢较无种气氛。我虽然住伫大家经济来淡水，后一个地方就是台北市有人情味个，咱等下选出一个有人情味的故事，互总结啦。所以即个咱去洪桥嘛。对。好来，洪桥买米粉炒拍我一个。伊孤孤单单一个人，踮伫市场角，爱一担米粉炒。出入内外的人，拢会听着伊亲切的叫声。先生上济囡仔囝，遮济，要爱一声。无欢喜有人甲伊做伴，毋知影伊的心事是安怎，只有一只歹脚的乌狗甲伊来做伴，一碗素心汤，一盘米粉炒。数十年来，好天落雨拢伫遮，一碗素心汤，一盘米粉炒，阮拢叫伊
叫嘛，风叫嘛爱念歌，脚念嘛是首歌。风叫嘛爱念歌，脚念嘛是念袂煞。伊讲自古难老。离婚差，离婚差，离婚差，离婚差。家己经济手甲有，无义无熟悉咧，无够惊生一个囝。即马风雨愈去多，伊向哪来？你算头影。风叫嘛爱念歌，脚念嘛是首歌。风叫嘛爱念歌。嘛是念袂煞，伊讲自苦难度，风叫嘛会当离婚早，早着无共款人的运命。风叫嘛会当离婚早。离婚差，差着已经变白的头鬃。风叫嘛会当离婚差，差着市场内外的歌声。风叫嘛会当离婚差，差着因囝儿拢来的哭声。好，这条准吉拉，这条红桥啊，这个米粉炒是算准吉拉第一条出名的歌啦。算留啊较有名哇。都准吉拉伫出这条之前已经开始咧出版啦。对。哦。啊，这条就是差不多10档哦。这条。7、8档哦，10几档啊。这条才10外。就是迄阵有一个迄个是文化部的迄个啊嘛。对。原创什么？我是先比赛的嘿。原创什么迄个，我得第一名，50万对不对？无，我迄阵才20名。20名哦。那阮准起来都毋知咧创啥货啊！趁迄物件钱，趁20万尔啦嘿。毋过无声，我叫2届。万家你甲我报名，等下进来哦，进来吼。即个红椒了吼，啊，佮人钓一摆啊！我讲迄个，你若圆尾啊吼，因为就是因为准起来关系吼，就是讲连续钓上侪摆，所以尾啊有一个蛋输啦。什么蛋输？就是迄个文化部咧办比赛时啊，对你若钓过冠军的吼，连续2档不得参加。真诶有这样？就是因为你迄阵共钓2摆啦，相接啦。啊，毋过我中午共人一个呢。对，啊，就袂使人1档尔，爱人2档，你共人1档尔。啊，既然都歹势去比啊。歹势啦。
歹势啦，真就歹势去比啊！真无欠迄啦。毋是我，迄比金曲奖跟我谈金曲奖要早班班。后来，黄桥五嘛算做讲第一条着即个原创的冠军啦，第二条嘛做过一当了，佫着一个冠军啦，嘿啊。其实是迄两条到底对条线，我有等到回。黄桥五嘛先啦，我真诶啊！我有去查啦，后壁迄条叫啥？叫大地。大地，大地嘛共叫冠军啦。我要看30个冠。迄边30，迄边30就是迄个。加起来50。大地的故事是啥物故事？听起来足像迄个马英九的竞选歌曲。又袂讲。我想你这开头足健康的，好大地，好足关怀的。无啊，迄阵是卖迄个时代嘛，对无？对啦。哦，安尼。啊，然后咱迄毋是拢。迄站敢若咧什么五都逆转胜，还是什么题目无？五都逆转胜是弗雷迪用的啦，就是迄个民进党足落衰的时阵。对。啊，然后迄个是昆虎生咧，定定逐年拢会叫我去唱歌嘛。哦。啊，伊毋是拢会伫迄个台南因咧后壁遐办迄个古树音乐会嘛吼。哦，错。啊，伊叫我去唱歌，我通常我会当家己决定的歌手。啊，所以你这歌是因为昆虎生啊迄边甲你叫，你有感而发。啊，我两个咧开讲嘛。嘿。啊，伊讲你毋替台湾小姐歌诶。哦。嘿啦，安尼。毋是马英九甲你叫诶。我听你喺后笑。啊，因为我的扩大无济，因为伊互我唱3条歌吼，剩的2条当年拢共款，拢永远袂指定的啦。我爱指定，指定等人才讲。啊，但是反正就是，伊开讲伊讲你无写一个安尼啦。写一个为台湾写一个歌。啊，写完以后，我就想讲啊，比赛看卖啊嘛。哦。先伫昆虎地啊，遐先唱啦。嘿啦。啊，了后才想摕去比一下。对。哦，所以故事是安尼来。哦，来，咱即马来。你要叫我唱这条哦？我要叫你唱这条啊，会记你偌济算偌济。有人遮加减来，袂记1、2字啊嘿。迄个目睭看无吼，啊，歌词硬背啊，有诶袂记，当作我无早学着啊。咱若有去发现吼，咱就毋通斗贵哦吼。后来这是大家。这是咱上水的故乡，美丽都市是咱的摇篮。咱住伫温柔的土地，通看大海船向未来。点点那都是为日头啊，替咱过的，哦伊啊，咱的一切，咱自细，咱的祖先。可以啊，咱的兄弟，坚强啊，行一切，哦海洋，唱出心底，安江路，咱是美丽。唱出心底，安江路，咱是美丽。哇，够赞！快活啊！啊，你哪有先帮伊记了？我袂讲。
我甲你讲，莫叫嘛拢抄你的书带路啦，有什么美丽啦吼，大家互相吼斗阵，什么碗歌啦对，因迄拢迄个无效啦，迄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台语咩啊讲，就是莫用叫想要学王俊杰的，画虎不成反类犬，画虎无成，袂说画遮高啊，迄台语咩，迄成语咩讲。我唔知，我对中国不了解。寒哪加小去毋对。啊，群好生啊吼，大家拢甲你指定2条歌是倒2条。啊伊啊，我大家拢甲讲，咱改一外，拢较拢。伊就是足爱迄2条啊，嘿啊。伊就连我去改济，敢若改做咧食饭，食点面的，伊讲你个唱一改。压力好大哈！伊永远拢迄个黄昏的故乡。哦。那个迄个一只鸟好手机。哦。黄昏的故乡，咱加减袂晓唱2句啊吼。啊，准备来弹，啊，有哪唱，咱来斗唱，安尼好唔好？好来，黄昏的故乡拍拍者。我今仔是点唱机。对，人肉点唱机。等下摕一个秘密口啊，开始吼，起。不是在叫我。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今日又是来听见着是啊，群好边啊，一定爱唱《红阮的故乡》啊。红阮的故乡是因为伊较早，敢若原来捌伫，因为伊捌的时阵，伊敢若原来有走我一站嘛。哦，怀念故乡，唱《红阮的故乡》啦。伊敢有出国？我袂记啊。就像迄《红阮的故乡》吼，是啊，伫美国待到命名吼，就是大家出国啊。哦，就是伫国外，大家拢足爱唱的啊。啊，一只鸟好 QQ 的。啊，单纯是因为伊讲伊读册的时阵，伊下课，因为伊台湾人哦，爱去家己读册，伊个先有伫迄个家己火车头去看到有人。哦，安尼。嘿，有人叫人欠杀是安那？细节我了袂记的。所以伊迄个时代的迄个感觉，伊伫有迄个。伊有一个伊心内的一个气氛伫个遐，所以伊若即两首歌，伊拢会听下，就听落对口啊，就对咧唱啊。安尼哦，一只好 QQ， 咱加减嘛会晓唱2句啊吼。后来准家人多做麻烦一下，啊，等下摕一个金币箍啊吼，大家开始录钱落吼，好来。录钱啊，毋吸食光光。这首歌你会记较早咱迄落小学
真你顶管唱无？安尼哦，你会记得，他讲邱垂珍啊，告诉你顶管唱。邱垂珍哦，伊拢唱足悬的啦，对啊。哦，唱足悬的，无你用你的 key。迄都一只只好好甲三囝去看面，找无收，哦嘿哦，哦嘿哦，嘿嘿嘿，那是啥物啊？阮都看起来想互阮掠着放伊，放伊哦，干休，干休哦，哦嘿哦嘿，哦嘿哦，迄只只找无收，找无收啊，哦，互阮掠着。放伊哦，干休哦，放伊干休，放伊干休哦，哦嘿哦嘿，哦嘿哦，哦嘿哦。多谢。尾啊，我听迄个歌曲，真正像是尾啊，伊佫有发展出新的，可能是秋成甲改啦。也变成迄个摇滚的。啊，因为摇滚的，对对对。One two three four，两边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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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高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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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哎哎，多一只鸟啊！后甲三更仔日半暝啊，找无收啊，哦嘿哦，嘿哦，嘿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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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跳起来！好好。好，咱即个时间到9点，可能过一个段落吼。最后咱现场就是讲，你有啥物感动？你不一定指定迄个歌名啦，嘿，就是你讲一个情境，吼，譬如讲快乐，吼啊，转起来就爱用一个快乐的歌来甲咱回应，吼。譬如讲，简单讲，你想要讲，譬如讲，不一定爱是今仔日的一切，个是，吼，来我来看。这位妹妹，讲一下，你想要，你用一个形容词啦，形容讲，你就知你看你要安怎？你讲一个形容词，嘿，啊，转起来就根据你的形容词来唱一个歌来讲。我形容词讲袂出来，现在。好来，迄个转起来，伊即马讲的形容词就是伊形容吼讲袂出来，嘿，有口难言。啊！你用这个有口难言，当做一个题目。你这个题目做，伊拄好迄个台词做真乖啊。哦，有口难言，是啊，伊讲，真乖。伊是讲我形容讲袂出来。好来，干一个啦，好无？今晚就是要来唱一个形容讲袂出来，这个。像伊这句就是，伊这句就是真乖的歌词啊。好呢哦，好来，形容讲袂出来，好来。我形容讲袂出来。啊，即马到哪做的鸟？这不是真歌吗？我雄雄讲袂出来，等一下啊！我雄雄讲袂出来，等一哇，拍我啊！
所以我无白天的问题。咱最后做一个实验吼，就是咱个对你会当举手讲你要讲一个什么情绪啊，转起来会唱一个物件，但是吼，转起来真趣味，就是因捌办过一歌叫做《黑暗音乐会》，对不对？黑暗声音剧场，哎，黑暗啥？声音剧场。黑暗声音剧场，先甲咱简单介绍一下。迄个黑暗声音剧场是一个，因为咱拢问讲，啊，你拄仔像我朱老师讲的无，啊，看无到底是啥物颜色啊，青色、黑色、白色啥物，我来讲无概念嘛吼。啊，甲大家讲规部吼足贵气的，尾我怎想到一个出头，就是讲干脆用一个环境吼，拢乌嘛嘛。就办一个乌妈妈音乐会啦。啊，你对，啊，你这边吼，你着虽然你目睭啊天五度，你拢无要紧啦，吼。嘛看无啊。伊就是看无。啊，迄个表演的人吼，无真正舞台，伊就伫咱的四周围。哦，安尼哦。这头前后壁倒位用正面，伊一直伫移选，因为伊就是用敢若音乐剧啊，声音为主，啊，佮有迄个气味。哦，佮气味，佮气味，啊，喷水无？袂使喷水，敢惊着。我真个今日要用迄个鸡龟仔有无吼，数十个鸡龟爆破，因就无爱我算啊。啊，所以你着想象，你伫咧一个咖啡厅，啊，像咱伫咧教会有无？啊，毋过你看袂到，啊，所有发生的代志伫咱的身躯边的四周围安尼，伊的表演方式是安尼。啊，我去录影的时阵吼，我第一遍我去录你的节目，对。甲第一集、第二集，伊录的是，伊既然临时甲导播化工，要甲我甲导播讲，导播即马电话全部甲我切掉，我袂使。伊讲你用我的嘛，袂用我的是反正。所以其实我即马要做的代志就是讲，咱最后即几分钟吼，因为咱教会电火全部关掉了，外口嘛是有光害，加减看来是输啊啦。但咱体会者，啊，咱买当吼，怎啊目睭规个怎啊起。所以你要算这个要算这个。但是即个黑暗音乐会之前，要有一个情绪的形容词啦，就是讲有够人要举手吼，啊，出一个形容词，比如讲阿仁老师，你出一个形容词吼，啊，反正电火反正关了，你出一个形容词来。暗蒙蒙会惊。好，这个形容词叫做暗蒙蒙会惊，搁有暗，搁有惊哦。哦，啊，准起来爱准备哦。哦，啊，阮即马要甲电火全部关起来哦。啊，恁等下要开电火之前吼，恁目睭要小开一下，无迄个目睭会伤着嘿。哦 ，OK。真诶啊，真诶。好，咱即马甲电火全部关起来，啊，等准起来唱了了，咱才开嘿。啊，你嘛会当，你的电脑嘛开起来。电脑开起来吼，好，咱甲电视关起来。你嘛会当甲恁的，干脆索性甲恁的目睭开一下，较快啦，好不好？咱就。伊外口加减有乜光害是无多足暗，但是咱尽量好暗啦吼，啊体会一下嘿，啊咱目睭开起来嘿。哦，啊你感受看觅。系感受看觅。好来，啊准备啦，准备要坐咧鼻仔喏来。我听我说。
你会当感受一下，你等下目睭拍开，你敢目睭开开的时阵，听声音的感觉有啥不共款？一、二、三、四、好啊，感恩好，咱节目就看好啦吼。迄个咱报告一下，后摆是7月吼，7月第3礼拜是7月几号？看一下来，咱就是逐个月的第3个拜暗时啊啦，吼，即种看。几号？7月几号？20个咧款，20个好。反正7月第3礼拜暗时啊，7月20日。啊，后摆特别来宾是吴国忠，吼，这是阿仁的头口师啊，吼，就若讲第2名，无人敢讲第1名对吼。啊，吴国忠是真出名的，即个广播电台、甲电视啦、甲说书啦，甲足侪啊，足侪出头的对啦吼。啊，请来做咱特别来宾吼。啊，咱最后请咱迄个要咱翕一个大合照啦。啊，我即个直播版这样停的，就是讲等下准备来甲咱签名，迄个翕一个吼。迄个张丽，你叫我嘿。咱请迄个美贤你来遮，恁慢慢到中遮来。咱小可大合照者吼，来嘿，对。美贤你敢准备来坐遮，坐中遮嘿，来。我即摆咧直播吼，大合照吼，坐较集中诶。哎，拢有无？拢看会到吼。有来。好，大家头甲你上班法啦。来看头前哦。5、4、3、2、1，继续几张啊？1、2、1。好，再来一个3、2、1，拍花。今仔足感谢准起啦，咱之前就是咱希望来开讲，就是有登记几张啊吼，若是问讲所谓啦，你会当加买2张，加买3张拢 OK 啦吼。咱请张丽摆一个塑胶桌啊吼，大门口边啊吼，准起来用一个笔啊吼，咱准起来助你诶先倒收钱啊，吼，你倒收钱啊吼。先万只毋通一捆共买5张6张啦，变来无咧，先买1张就好。有登记2张好吼，不要有出。下面老师来，咱即马要直播准备来签名写录吼，来。每先请到3工吼，谢谢。14张哦，拢总共14张尔哦，要加无啊？哦。来紧就偌济算偌济。签名笔哦，来，真阳签名笔吹一个。14张尔哦，好，14张安尼卖完就无啊吼。我厝内剩安尼尔。不要紧 ，OK， 不要紧，迄个你再搁讲。不要紧，来，阮处理就好。
好来，啊，你带俊杰来这坐。好，今麦进行的这部是王俊杰签名秀哦，来麻烦。啊，目前你迄个倒收，对，你倒收迄个呢，就是有登记的先啦，嘿，有登记的先。啊，若无登记的就不要紧啦，这个讲嘿，就你这个讲。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是俊杰啦，来，你看有水无水呢？撇一个。哦啊，每前手指嘿，啊个手开一下，而且确定有水呢。爱开哦，塑胶袋啊，塑胶的开。头前先处理嘿，我有登记1张啊2张不要紧的，先互别人，我再去处理。你唔是有啊？我有哦，我当然嘛有。算命遐这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台语要安讲？牵一个石头，对，美工当美工。生一个鸡仔来。它这14张可以全部拆掉，就全部对啦，你要掉才可以那个。来帮忙旁边帮忙拆一下，可以。来开。哦，这厉害！哦，厉害！好啦，咱即马咧，就给来签名秀哈，好来，来打招呼姐，来打招呼，感谢大家，好来打招呼，谢谢，来打招呼 ，Thank you，啊，最后一个起迄个完成有无？叫右下角去了。